柴克艾弗隆轉度假溺水險喪命後又爆失聯。憑藉迪士尼電影《歌舞青春》（High School Musical） 走紅全球的好萊塢男星柴克艾弗隆 （Zac Efron） 去年8月驚轉發生意外，在西班牙度假時被人從泳池拖上來緊急送醫。經紀人當時證實了此消息，但強調只是小意外。不過，柴克艾弗隆的好友亞當迪凡 （Adam Devine） 則驚爆，柴克已經失聯很久。大約半年前，他曾接到柴克的電話，柴克仍在某個私人島嶼上。他來電說：嘿，哥們，我只是想讓你知道，我很想你。亞當迪凡回他：哥們，我也想你。你是我的好朋友，你還要繼續留在那個海灘嗎？柴克說：我願意，但我想要去你家住個1-2週，可以嗎？亞當迪凡大方答應他，並把住家地址傳給他，並和妻子準備好房間，讓柴克可以隨時入住。但奇怪的是，從那通電話之後，柴克就消失無蹤，不論是打電話還是傳訊都沒有回應。網友直言柴克太奇怪了，還是他找到更適合居住的地方，感覺好沒禮貌，還是他真的發生什麼事？根據外媒 TMZ 透露，柴克艾弗隆去年飛往法國巴黎觀賞賽事，並且和知名 DJ 登台演出，隨後飛往西班牙度假勝地伊維沙島 E-Riva 展開假期。沒想到傳出在當地別墅發生意外，被2名員工從泳池裏強行拖出。對此，經紀人強調只是小意外，會送往醫院，單純是預防性措施，希望外界不要過度擔憂。至於相關細節則未透露半點口風。